过年期间，游客去到高雄的坐捷运或者是轻铁观光。不过，这轻铁官方网站无写这买房车的终点站是伫倒位，对游客呢，这坐到半路就要落车换其他的交通工具。高雄捷运公司就表示，会加强车站走马灯含列车的广播。另外，受到这指考外影响，轻铁运量也增加。这月初1到初3连续3天，拢超过9万人次。 游客唔知要坐往倒一个方向，赶紧为栽培民众。春节期间，不少游客到高雄会选择坐大众运输观光，也过有游客反映，轻铁官方虽然有每3班班车的时间，却无写明终点站，造成游客坐到里亚内站，才互通知是终点站，才当落车，改坐其他的交通工具。旅客应该是搭乘到预备在西万收车的加班车，而抵达之后，恰已经超过西万的末班车时间，因此后续已无载客列车。 后续春节期间于夜间收车阶段，会再延后收班。国际公司表示，会加强车站走马灯加列车公布，以利民众判断是这门坐车的旅客感受，民众认为有进步的空间。进站前就要差不多。我记得我有看过，但是有时候那个很快就过去了，所以也不会特别看，而且通常都会在很后面。这月初是下到虽然市区路真好，轻铁真爱码头站游玩是人真多，只为着去爱河湾看一一卡瓦的风采，有人去 IP 加持，也和高雄轻铁运量一直提升。刚刚去梦时代，然后我就顺便过来，就不用再骑车了。 除了人气 IP 爱河湾另外一边的当地游乐园，也为陆运中心站带来可观的订票。高雄轻铁将会初1到初3已经连续3日运量超过9万，初3运量9万4，搁加创下轻铁成员收费了后的新高。相关活动会继续到元宵节了后，有计也会继续为高雄带来观光甲运量效益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